大家好，我係曉儀，今次為長者同埋基層人士介紹一個優惠。基層家庭面對各項生活開支，電費往往係一大負擔。中電宣布透過中電社區節能基金撥款5000萬港元，推出新一輪中電基層家庭電費補助計劃。3月2日起就可以正式接受申請，預計全港有超過7萬個家庭受惠。到底自己或者身邊長者符唔符合申請資格？津貼款項會點發放？呢條影片為你整理好中電基層家庭電費補助計劃2026懶人包，一次過睇晒申請資格、所需文件同埋申請方法啦。Paper Hill。首先講講申請資格先，呢個中電基層家庭電費補助計劃3月2日起正式接受申請，4類住戶有資格申請，每戶最高可獲發達1000港元嘅電費津貼。預計全港有超過7萬個家庭受惠。所有申請人必須為香港居民，取得香港居民身份唔少於1年，並居住於中電供電範圍內。計劃主要分為以下4大受惠群組，只要符合其中一項即合資格。第一類，65歲或以上獨居或雙老長者，現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即係綜援，或者現正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即係長生津嘅其中一項。第二類，低收入家庭，現正領取在職家庭津貼、綜援、全額學校書簿津貼，或受惠於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全免學費嘅其中一項。第三類，殘疾人士，持有殘疾人士登記證，現正領取綜援計劃嘅交通補助金或公共福利金計劃嘅傷殘津貼嘅其中一項。第四類，劏房或分間單位住戶，申請人須居於分間單位，包括但不限於劏房、板間房及床位。有關單位並未安裝中電獨立電錶。同時，申請人未持有任何中電住宅或工商用途之電力賬戶。究竟資助金額有幾多？點樣收錢？注意一下，因應唔同類別，資助金額及發放形式會有唔同。如果係合資格家庭、長者、低收入家庭或殘疾人士嘅話，會有600港元。獲批後，600港元將直接存入受惠家庭嘅中電電費賬戶內，用作扣減應繳電費。如果係合資格劏房或分間單位住戶嘅話，則會有1000港元。考慮到劏房戶無獨立電錶嘅特殊情況，1000港元補助將會直接存入申請人個人名下嘅銀行戶口。再嚟睇睇申請之前需要準備咩文件。遞交申請前，請準備好以下文件以供核實。如果係長者、低收入及殘疾人士嘅話，需要準備1、香港身份證；2、最近嘅中電電費單，紙本或電子版，需顯示中電編帳號碼。3、符合資格嘅相關證明文件，例如綜援證明、長生津信件、殘疾人士登記證等。如果係劏房或分間單位住戶嘅話，需要準備1、香港身份證；2、居住地址證明，例如租約或租金收據；3、個人港元儲蓄銀行賬戶資料，例如銀行存摺或月結單，用作直接過數。最後，點樣申請？注意申請方法同埋日期。為確保資源能準確落入有需要人士手中，中電恕不接受個別人士直接向中電遞交申請。受惠人必須於2026年3月2日至6月30日，透過參與計劃嘅社福機構、社區夥伴、區議員或立法會議員提交申請，再轉交中電審批。機構同議員名單會於3月2日中電活動官網內公布，我亦都會將連結貼響留言欄位，方便大家查閱。但係需要注意，申請名額有限，預計發放資助日期係2026年12月或之前。有意申請嘅朋友，如果有問題可以打去查詢熱線26782633同中電聯絡。好啦，今日嘅影片就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大家又覺得呢次優惠點呢？有冇受惠？希望幫到大家啦！鍾意呢條影片嘅話，記得按心心、訂閱、分享。我哋下次見啦，再見。